好，我想買高雄到台南嘅車票，請問有幾多點嘅車票？今日村按部頭12點同12點半嘅車票，請問我買哪票呢？我買11點嘅票。好，48票。請問我用現金，就係路卡付錢呢？你行要48票本落嚟。就係一個車票。請問一間什麼人訂車係在哪個車上付款？你可按照一間安心訂車機，直到第一台第6車嘅票。哦，錯啦！無論哪種芯片都需要人身嘅安全。落嚟，看拍頭前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常用嘅詞彙。大家要記得聽聽音哦。買，車票，車班，村，剩下，按部頭，晚上。橋園，車票，車票，車廂，車廂，一間安心等車機，夜間安心候車區。接下來，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村按部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。村按部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，剩下晚上11點和11點半的車班。村，剩下。按部頭，晚上。11點，11點。同，和。11點半嘅，11點半的。車票，車班。村按部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。村按部頭11點同11點半嘅車票，剩下晚上11點和11點半的車班。48票，48元。48橋園。48票，48元。